今年2026年 Rave New Year 嘅主題係3741條名為社群嘅通道，亦都係叫做婚姻嘅通道，係一條關於契約同埋協議嘅通道嚟嘅。之所以3740咁重要呢，係因為過去400幾年人類嘅社會都係建立喺制度、族群同埋家庭之上，我辛勞為家庭、為公司、為社會工作，換取嘅係你嘅忠誠度以及你嘅關愛。但係要留意翻呢度所講嘅關愛唔係愛情，而更多係關於金錢、物資、責任上嘅關愛。人類就係靠呢一條3740社群嘅通道去互利互惠、互相幫助，為社會建立一種凝聚力、一種歸屬感。但係大家都知道2027年呢，我哋會進入一個全新嘅 Incarnation Cross， 從 Incarnation Cross of Planning 進入去沉睡的鳳凰，亦即係話3740呢一條通道呢將會過氣啦。人同人之間嘅距離或者佢哋嘅關係咧，再唔好似以前一樣啦，好多嘅組織將會瓦解，而我哋每個人咧都要為自己負責任。其實好得意嘅，喺進入2027年之前嘅最後一年，今年2026年咧，我哋要去經歷翻呢個3740嘅主題，去經歷好多情緒上嘅 ups and downs 啦，去回顧、去睇清究竟過去400幾年所建立嘅制度、族群、家庭系統究竟仲 work 唔 work 呢？